孟子讲的一句话，我们不学而冷的叫做什么？良人嘛。不立而知的叫什么？良知。所以良知良能就是我们本性本来就具足啦。但是为什么我们过去知道？为什么没有办法知道？原因就是在于外在的这个物会障蔽我们，所以我们要简单的讲要隔除。如果你用王阳明的解释啊，隔者正也，隔物就是正物，正其不正，以归其正。咱落了世间，咱的行为，咱的身体，大概外口行为无正，咱必须要家调整无正，偏差要家调整，叫做正其不正。把迄个无正，甲调整无正，咱个合的话，以归其正，这样叫做合物。咱这世间就是，你执着外口的，就代表你心向外，咱就正无正？无正。咱就无正，咱来结步。把它慢慢去除掉。苏母岳菩萨讲一句话，怎么解释格物？简单，对世间的事情，唔通太注重。如果讲的自在，所以生活上对物质方面唔通伤过注重。你若伤注重啊，你或者注重意思就是缩放掉。咱讲的修道人。较早叫做贫道，阿弥陀佛，是身苦贫，心无。这永嘉大师知道，心苦贫，心无贫，因为你心足清楚，亲像咱孔子内底例子干回有善无？善到底，诸位在这拢比好养好。咱各有厝，人个做各有钱。人去行厝，人去做到路边迄个讲人字卡安尼拢挂，食咱三顿拢，莫讲食到偌好啦，咱嘛个加减有三顿，啊若有当食两顿，咱食两顿是你家己想，你是你我做食，你就甲他过上个后面无共命，啊咱就家己伊一工在这边食一顿就较困难，但是伊快乐安贫乐道，伊忧道不忧贫。莫道不莫心来看，所以道伫心上是其他方面讲。一世人来到这世间，就是讲，我拢得到道，这道就是道之以真，天命真。我就是按我来修，伊才是重要。按若无目睭看着，你要修啊，你就无所谓。遗失人心，万劫不复啊！诸位前贤大德，唔是我讲安尼，这世人我20岁过身，你讲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有那么好吗？没有啊！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啊？不是这个时代过来无加好啊！当然有咧形容当家人西家人啊，迄时啊都讲的，只要有达到做人的根本才法度呢。啊，若无咧讲素心乐道、善恶道嘛是伫内底啦，咱人去做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拄我讲的。